还以为你们东邦人有多卧虎藏龙呢，就来了4个。咱不想跟边防那边起矛盾啊，今天就是单纯的打架斗殴，啊！见带了吗？啊！你死人了怎么算？我爸在，我肯定是没事儿，你们我就不知道了。我就是你们口中的重犯，那就重犯吧。看着够呛。嗯。都给我往死里打！出了事我扛着，老子有的是钱。